近日有段新聞係講熱氣球何小姐跟以往生意合作伙伴爭論嘅事件。事件起因其中一項係指責何小姐冇做好 annual return， 搞到合作伙伴被通緝。我唔會評論呢一單新聞，但係我想喺呢度同大家解釋點解冇做 annual return 一份咁簡單嘅文件都可以被通緝。annual return 即係週年申報，係每一間香港公司喺公司成立週年日嘅42日之內都必須要提交俾公司註冊處。主要係披露返公司喺週年當日嘅公司狀況，例如股東係邊個或者董事係邊個。如果冇交嘅話，罰款係會隨住時間去提升嘅。準時提交費用係105蚊，過咗期但係唔超過3個月，罰款就會升8倍到870蚊。會繼續過多3個月，罰款會繼續提升。最終如果9個月之後仲唔交嘅話，罰款就係3480蚊。之後罰款雖然唔會再提升，但係已經到下一個年度，所以下一年如果冇交週年申報表嘅話，就係按住呢個機制不斷循環，逐年罰。需要注意，公司罰款係冇得求情嘅。簡單嚟講就係一定要俾。當公司過咗逾期交週年申報表可以罰款了事嘅階段，公司註冊處係可以向公司提出法律檢控。如果公司收到法庭傳票嘅話，公司必須要委派授權代表出席聆訊，記得要帶公授權信啦。就算係董事自己親身去聆訊，都需要授權信。授權信係需要董事簽名同埋給埋公司印。如果冇出庭嘅話，將會被視為藐視法庭。法庭有機會出通緝令同埋會限制出境，所以一份文件就可以令到你被發出通緝令同埋被限制出境。